呢度係荷里活道，全長1公里，起點咧就係近呢個砵甸乍街，終點咧就近皇后大道西啦。荷里活道作為香港開埠後興建嘅第一條街道，擁有超過100年嘅歷史。政府將佢列為歷史古蹟。荷里活嘅街名來歷係咩呢？雖然曾經荷里活電影《蘇絲黃的世界》嚟過取景，但此荷里活非彼荷里活。有說法係香港開埠嘅時候，相關嘅地點附近一帶咧，曾經有好多冬青樹，冬青英文係 holly， 樹木係 wood， 所以取名咧 Hollywood Road， 直譯就係荷里活道。亦有話喺第2任港督戴維斯係用佢家鄉荷里活鎮嚟命名。荷里活道建造於1841年，當時呢邊係近海嘅，英軍喺附近登陸上岸，並且設立軍營。登陸嘅位置叫做佔領角 （Possession Point）， 而街道西端就係軍艦運送兵員同埋物資嘅碼頭。修建呢條路就係為咗方便運送軍用物資。後來軍營遷走咗，1870年代呢邊就發展成為華人聚居地。原本軍事意味濃厚嘅佔領角，漸漸被煙火氣息包圍，成為俾街坊擺檔為生、提供娛樂嘅大笪地。廉價嘅日用品攤檔、大排檔、街頭賣藝、占卜單檔應有盡有，非常熱鬧。到咗1972年，因應港島區填海工程，大笪地被收回。1992年改建為依家嘅荷里活公園。呢條路上嘅法定古蹟特別多，有喺1847年至1862年間由華人富商出資建成嘅文武廟。喺港英政府法律未完善嗰陣，被批准可以沿用中國嘅民俗方法進行斬雞頭、燒黃紙宣誓嘅地方，亦係華人議事同埋解決紛爭嘅地方。行10分鐘左右就到前身係中區警署嘅大館。當時嘅中區警署嘅建築群集查案、審裁、懲教嘅功能於一體，同樣係維持社會安寧嘅重要地方。荷里活道嘅多樣化吸引好多旅客同埋本地人慕名而來睇呢度嘅古董店、古蹟。呢度甚至曾經被英國雜誌 Time Out 評為2024年全球最型格街道嘅第2名。多年來，荷里活道不斷改變，但對唔同嘅生活形式、文化習俗嘅包容一直冇變，中西合璧，新舊交融，正正係香港作為一個文化多元化社會想推廣嘅重要思想。政府喺規劃中亦都落咗唔少功夫，既注重保持街道嘅自然風貌同埋歷史痕跡，又避免過度商業化，保持咗街道嘅原本味道。呢種措施不僅讓荷里活道成為香港嘅文化地標，亦為遊客提供咗獨特嘅旅遊體驗。